大家好啊！呢度好嘈啊，因為咧而家咧就嚟結業嘅海運戲院嘅前面，希望你唔好介意咁嘈啦。我就係想俾大家知道呢度嘅實際環境係點樣嘅。其實咧在6月1號咧呢度就會結業啦。呢度咧實在有好多回憶俾到夏妙然，因為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，喺中學嘅時候，咁我就喺海運大廈呢度咧附近嗰啲橫欄嗰度咧坐喺度就好大聲讀書，度過咗整個嘅考試嘅準備期嘅。有時我唔係喺度睇戲嘅，嗰陣時冇咁嘅能力成日去睇戲，不過咧會經過呢度啊，影下相啊，休息下。後來咧做嘢之後咧，我就會嚟呢度睇戲啦。我覺得個感覺係好親切嘅，所以咧佢見咧都會俾我一個好大嘅回憶啦，一定要嚟打卡下，同大家入去睇下好。海運戲院嘅入口咧有兩邊嘅，一個咧就係廣東道，另一個咧就喺海運大廈呢一條好長嘅走廊，由星光行伸延到呢一個入口，都係好特別噶。入去呢個入口睇下，我哋咧由呢個入口推門入去，其實左手邊呢一度咧就已經係入場位嚟噶啦，得一個入場位，呢度好簡單。而家做緊呢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最終清算啦。行過少少咧就係有小賣部同埋咧呢個賣飛嘅地方，好細嘅啫。咁我哋喺另一邊推門出去啦，前面好近嘅地方就係喺廣東道，就係前門啦，呢度就係後門啦。而家咧接近閂門嘅日子咧，好多人都會特別嚟呢度影相。So this is the entrance area of the Theatre Ocean Terminal Theatre. It's going to close on the 2nd of June。呢個角度由廣東道再影一次海運戲院 Grand Ocean。これは56年の香港の映画院すぐ閉めます。本當に残念ですね。呢條廣東道其實都係歷史性嘅街道啦，好多遊客咧嚟到香港一定會喺呢一度，因為好多名店聚集埋一齊，亦都係有戲院啦，有食肆啦，亦都有一個通道咧去到呢一個碼頭嗰邊啦，可以坐船去到中環啦，所以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其實咧海運大廈咧就差唔多有56年嘅歷史啦。70年代嘅海運呢係經歷咗好多重要嘅時刻，星球大戰 Star Wars 嘅首演啦，大家有冇曾經去睇過呢？咁仲有李小龍 Bruce Lee 咧，佢嘅唐山大兄嘅義演呢，都係呢啲重要嘅時刻嚟嘅。但呢啲咧都係海運戲院咧以前嘅戲飛啦。其實咧佢都有一啲記錄嘅喎。譬如話佢係曾經喺12年前呢，佢有一套戲《哈比人》方谷魔龍 D-Box 版呢，喺12年前上嘅時候咧，曾經貴到成205蚊嘅。而家咧職業特工隊咧最終清算啦，都係而家呢幾日仲睇到嘅戲。暫時票價咧都係維持翻去101蚊嚇。D-Box 價錢但係咧而家除咗呢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之外咧，仲有史迪仔啦。同埋咧1-2套戲嘅，不過咧喺6月1號嗰晚咧，其實就佢有一個神秘場啦，有2-3場已經全部爆滿噶啦。呢間咁有歷史性嘅電影院啦即係海運戲院啦，喺71年嘅11月3號咧，唐山大兄咧就喺香港上啦。而 Bruce Lee 咧就應邀成為咗一個籌款大使啦，就幫呢個香港童軍咧就係做一個義影晚會嘅。當然係有出席啦。然後呢套戲咧喺嗰陣時咧亦都創咗一個票房係差唔多接近320萬。而亦都因為呢一套唐山大兄咧，李小龍咧佢係即刻爆紅嘅。另一個矚目嘅時刻咧就係1978年啦。另一部戲就係叫做《星球大戰》咧，就係喺海運戲院上啦。呢套戲咧就嗰陣時咧已經賣到7蚊張飛啊，但係咧都依然係爆棚啦。呢套戲咧當時候喺美加咧亦都破晒紀錄啊，成為咗有史以嚟收入最高嘅電影啦。差唔多2億3千幾萬嘅美元嘅呢一部《星球大戰》啦，喺海運係一個幾頂峰嘅一個紀錄嚟嘅當時候嚇。對於夏美人嚟講咧，其實咧 Ocean Terminal 咧海運呢一度對於我都係好重要，因為我係去會考之前呢，就成日都要去讀書啦。除咗圖書館之外呢，我都好多時候喺海運呢度呢，就喺一啲
橫欄附近啦。點解我要咁樣企喺度望住個海嚟讀書咧？因為我嗰陣時咧習慣咗咧，我要朗讀嗰啲 notes 出嚟咧先記得嘅。咁啊嗰陣時咧真係成日都要喺嗰度周圍行啊，同埋讀書啦。咁啊所以而家今次結業咧，阿喵喵都特別咧就去支持啦。咁我就第二度再睇 Mission Impossible。This 56 years old theatre, Grand Ocean, will close on the 2nd of June. I came here to take more photos and video to get my memories previously because I always came here to study nearby. 相信呢個都係歷史嘅時刻啦，因為咧今次嚟睇職業特工隊Mission Impossible 最終清算啦。嗱，呢一個戲飛同海運大廈亦都係一個重要時刻。1969年到2025年。希望全新面貌嘅海運戲院可以再次見到啦。皆さんその内容は56年の香港映画院6月2日閉めます。その内容を紹介しました。好きだから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。また今度。